那到天条了吼，也要是真心想的吼，决定是咱爱小，对这个看看吼，后面是我这个事件，咱别的共团来学习，共同来研究性的地位，性爱是什么样？咱反复爱是什么？你爱是啥？性爱的物件，咱反复爱的物件不是啥？性是个性物件，咱反复是爱性物件。想到也性的，想到两个，我的这是比如，囡仔小朋友囡仔，这个是要有思想，这要有变。这个囡仔，这个囡仔。是给人啊，是要有经，这里囡仔爱心物件，我唔知道囡仔爱心物件，囡仔爱有经呗，囡仔爱有经，囡仔爱物件是爱糖啊，对不对？因为糖会当吃，糖吃的会舒服，伊有去有些都爱，有经不要紧，好快。但是我唔理讲有经的爱有经来糖啊。我你回答我一下，我你第一唔叫爱糖啊？先你来唔叫，因为咱说唔叫，会当来买嘴他做话因为你知记得，所以囡仔因为伊的爱的物件就是糖啊，咱今仔爱的物件就是啥？咁是安尼，所以叫做记得思想。恁的思想啊，阿如糖啊，那不然恁的思想我可以囡仔思想。安尼个听啦吼，我过来做一个比喻啦。黄金较道德啦吼，两项袂算。你咧黄金嘛爱道德？真正咩吗？真正啊！这是一定性，把你意见的一打，但是呢，我是爱你是爱你嘛，因为你面前的银行银行也开心，当前呢银行也开心，但是这是因为我叫做反复的思想，我的观念就是这样，因为我唔爱，因为到底我快乐啊，到底我快乐，我问你一个问题啦吼，你爱平安快乐爱不是啊？平安快乐，平安快乐哦！世界的人变成变到变海里头，世界的人是维持到生命的，把生命啊倒来我紧的，安尼爱唔紧哦，安尼爱平静哦，安尼爱平安哦，伊无爱平安，伊要爱哪？伊要爱有钱人，伊无爱有命好，伊无爱命运好，伊要爱有钱人，有钱人无代表伊命运好。命运好人无代表有钱人，安尼听无？有钱人啊，无代表伊命运足好人，安尼听？咱有钱人吼，佮有惊命运过得出行险，吼。伊有钱人3千4千娶一大堆，带你超着好身躯过命，甚至讲袂记，无人要顾，迄个身体，迄个身体啊，该钱到尾该钱啊。过迄个红粉过风中啊，过迄个啦，苦命的人生啊。但是伊咧个运命好的人，命运好的人，伊一世人免落去，伊一世人过迄个足快乐、足幸福，伊一世人免过迄个。所以命运好的人，无代表有钱人，有钱人。无代表命运好，但是人好，两项都好上好，对不对？你两项好，好，两项都好上好啦。两项都好上好就安怎？你就爱道德，爱两项都好。现在道德两项都好，信任伊是爱道德，信任伊唔爱黄金，是啊，信任爱黄金，因为伊知黄金伫这个世界的内底当中。拢做者，拢为着钱来
来产生了12%，所以讲位置都是。我这里面，我先丢出，先丢出是啊，中影还有啦，长隆海运，中影，当迄个叫当，他跟我讲一样，讲一样，以前以外目标77号，长隆海运张红花，伊是根本是197号，我是第8号啦。因为我当时77年47年免费，47年金额啦。但是我当时，咱迄个台北，咱今年在米店在标书两个一做一领的，咱整天的事情47号，我就第8号，我就去甲主办人讲，你安排对哦，我这47号、48号，你若我2号的，我可能应该是做会。一个比如一个是我会想伊偏掉嘛吼，我就去讲讲，你通变掉，阮这2号的应该是我是对，应该冇意思。当时是按照你金额的时间来排，你排你去迄几个月，所以我是47年11月2号，金额47年我3个，因这资料是我是伊当时咱查。我前2天当中一年，我后边迄17号，迄个张文我网站的张文华，因为我去做一礼拜，迄个5月初5，5月初5，阮共伊去端呀。迄个当中有一个司机开车600的面路，我再次考虑，迄我说实我第一摆咧看，我慢慢我坐后边，咱坐迄个领导，我后面要讲了。那老师那去，董事长，你看叫董事长，那天当中人介绍我哪哦，以及长隆海运专门化的董事长，所以你那没必要加把要一起找，第16个在找，所以说我们外医生那么还公司网告诉我说，2014年已经海文啊，海文的会有人在找。陆续咧走，空中的飞，陆续咧走，海上咧走，这个叫海空咯。当然，咱要讲起钓鱼会伊是当时过去，伊宋朝时代迄个故事，咱应该大家知影。伊过去建筑的道德，伊即世人带坚持了咱目前中钓鱼行的董事长，所以讲。成功一定要去拍面，无一定拍面伊会成功。你像我意思无？叫人讲我米兰较认真，米兰较拍面，后边有人讲，恁台湾叫较少，恁台湾拢会用钱。为什么？迄两个装，迄两个为什么讲因果？两个为什么是咧讲因果？为什么我会比台湾？成功一定要去拍，无一定去拍，伊无定，你听无？对唔对到？就是比黄金较重要。咱讲大部是有体数，小部是有经验。大部有体数啦，小部有经验啦。你若无啦吼，较早就就是咧有一天喊我记咧，阮一个邀请出去个。爱好业，晒皮啦。伊讲吼，若白啦吼，应该就是白。伊讲一句我才真听。伊咧栽白糯米的，白糯米栽咱是袂出来是袂安怎啦。但是因为无，伊后壁讲出话讲，愈本来愈食力啦，愈本来愈食力，你听无？就是因为本来是栽这糯米，互伊较趁钱。在没刷了钱，袂不能食咱啦。白，咱若无白啦，较在白糯米嘛是白的对啦。伊那连传的变咖咖的吼，咖啡是对，变咖啡咖嘛有嘛，咱若无啦吼，种变的是我来做一个比喻啦。恁大家拢是大汤啊，无是大汤啊，大汤啊吼，我福州我是头啊。
我还复杂啊。咱两脚汗水大好心吼，你就互天公啦，到天书，无天书啦，对不对？啊，叫天公伯啊，到叫天书伯啊，无啦。落滴水流白，落去较较落较济，啊落我就变落较少。安尼听无？但是伊落是落小什么落雨，但是什么人会先较济？因为你较桶会先较济，因为你的风落较大，你的桶较大，我就这样啊，我靠，你甲伊就讲过啊，较拼嘛拼无，啊，较认真嘛认真无，因为你地面了，所以用讲过去过来，咱讲趁钱毋是毛呢。啊，春钱若是使有头呢，是安尼，完蛋，你海啊出，是不是对不对？是原理，你较个背面头，因为你都要去做广告咧，你都要去开发公司，你看人赚钱，简单哩，你真正是最简单咧，而且咱若有钱，咱的家庭就袂平安咧，咱的身体就袂健康咧，咱就有一较大了咧。你的东西的后果的非常明显，对不对？所以你要去有量，爱去对对开始开发的后果。安尼听无？你只牛是要看牛，你只牛是要看牛皮，还是看牛尾？你这做是个呀？牛是看牛皮啊，看牛色还是看牛尾啊？看牛色啊，发来看牛尾，对不对？不然前面都要看牛尾，咱就要看牛色啊。因为我反比如你听好有啦，咱就是拢咧约钱啊，咱拢咧约钱啊，对不对？咱记得约钱，记得做对，但是钱，互你对了袂？咱人较对约是下叫会了袂？即马钱，即马咱使交车4点来开始讲，即马钱你会买条，会买条，你看叫袂着啦。对不对？是物件，所以迄毋是用的物件，所以天定上天是数理是结果，毋当叫做天官数哦。安尼怎样？天官、地官跟三官内面数理好，但是你学过你就好，啊，数理嘛无，啊，你都无学过，啊，数理好，你若无赚钱，你哪有这钱？啊，那领嘛领无钱，所以你想，咱就改变咱的命。咱就一直咧改变，改变停下来，我知影，我要开始积极，我要开始积好。所以细小有一句讲，有福不可养精，有势不可长精，有人不可疏精。咱叫做福，积福再积福。安尼做福积福再积福，咱一世人拢咧顺福，咱一世人咧顺福，咱才有积福。拼嘛拼无，一世人嘛拼无，咱就常咧做福。啊！你咧做福，我甲你讲，大人，你多见有3分人多咧，上天做1000分。大人，第二叫人来听到，叫人来听到，互迄个人的身份，互迄个人来做一件善事，你就叫。迄个人若去做善事哦，迄个人若多一个人来哦，你即个人是哪个？因为是你甲带来听，你听了伊去大。伊倒来，这个人他们拢有关系哦，所以一直接上伫小爱安尼听，第小你讲听，以前看看后壁床边的人看人吼，我唔觉讲伫小爱啦，我是讲到我就是个，你今仔日听听就捌，你就嘴开学即两边话开，啊若骹行啊学即两边话行，但是啊咱嘴拢唔开，咱透道啦。啊，你话无咯？啊，你虽然开，这个啦，你袂讲是非，因为你讲的物件叫做道理，叫做正能量。你讲的话会感动人，所以佢得东西讲出来，讲叫了，咱的嘴若开始讲道理，叫人来道人道好、道对、道是，你才听看卖啊！啊，伊个厝伊头尾你亲情无走，你出来听看卖啊！有道理哦，哇！你的功德就无限无量无边，这叫做功德，这毋是叫做业绩，啊功德，迄叫做基础。所以你讲出话，会当影响到人的家庭，影响到人的命运，影响到人的生死。你讲这个结果，你知？所以空性
理论里来讲，德加本量，财加惯量。有德出有人，有人出财，有财出土，有土出有用。这是通行很重要。德就是根本，我讲的这根本论，德根本。所以讲排前德，排前德。有听到无？这个无？啊，德是咱排前，不是排前。因为咱无去度人，所以咱才能去。所以对即摆开始会当去度人，讲道理也有听。度人来祈祷，会当改变咱的命。哦，这个公平，这是无用无变。所以金光经，它的规矩简单吼，我嘛抄袂。金光经一段话，这段话真好哦。你不得，你得变稳，你个先天方面叫做依法出行分，你听好啊。说的若有人以三千大千世界七宝之有过失，是人变恶行为当亡。说的个先多世界，是福德就为福德性，是无有人所不可。这个话是咱概念。我甲说的讲，他是有一个人。拥有3000大千世界七宝，所谓的七宝，由于选择娱乐义务义务，他这七种的宝贵，3000大千世界那啥，11粒地球来讲，它给11粒地球的七宝11颗，11粒地球的七宝起来，布施这个人讲，这人福德有爱叫，咱讲哪是啥？谁能不得你讲这个话？因为不得人讲的迄个话术语是，咱袂讲最多，比如牛刷刷七宝啦，我开始是个唱歌，按牛看牛的七宝了，按你来做，比如做歌。较少有一个人用11粒地球的七宝来布施，这个人讲用做无，恁对就有超过11粒地球七宝。我就讲咱来看啦，是两条。一两条尾巴，一两条布，咱就讲透光去保护啊，差个东西，这11粒地球，这是上高的这个解释。所以，因为苏华地，伊是解讲地的苏华地是甲好得讲，你咧讲的是福德，只为福德性是无有人所不可的。你咧讲的是世界法福德，唔是出世界的福德性。四个如来说明福德讲，你如来啊，后面讲一个有多有一个少，有一个少，有一个这个对话，这个不是绝对的多，这是相对的多。咱听无？后面有重点，后面有讲，所以讲，此个呢，若有人何受持同相处的，乃至所遇的对他人说有失体。后边是会讲出来。可是有一个人啊，会讲受什么名？三宝是法，第一，咱来开讲。三宝心法的内修持，咱若每修就是领导你心，持这个意念的话，你会当把精力提到你的心，把道德提到你的心，甚至持你不叫原则，你唔叫无形，受持同相处，乃至所遇的经过迄个所谓，后边有人讲为他人算。因为咱过去讲家己爱的，拢无要听人讲。咱今日会当自己会当去度他人，为他人说，叫做度他人，这叫做菩萨。依福胜利，后边有人讲祈福胜利。你这个福报，这个功德，会当胜过着11粒地球七宝。这是分都是经比较、实比较、比较、功比较、比较，一般都不。因为听好无，受持同相处的乃至所遇的为他人说，伊胜过着11粒地球七宝。因为这就是出世间啦，因为伊就是无老不老，11粒地球就同一个，比如讲换菜篮咧换水，咱听无？11粒地球换菜篮换水，但是因种的受持同相处。乃至所遇的为他人说，这才叫你懂话他的话术。话他的话术未老是对不对？你看还是什么？菜篮话术我来看，我都讲叫你说信也好，要好虽然你是对不是吗？
因老二是个坚定，但退向这个代志，但对这代志嘛，不敢尽快就会少。咁是安尼，所以咱无所谓规定啦吼。所以老的是要道德的，真正你会当做的是道德的。所以咱金钱回报，后壁过来讲道德对好。所以我们各位今年，咱真正后壁这段一定要做对，后壁是要做对，因为大人你若了讲，咱工作长讲领袖会传你讲，你若叫人袂来听道理，你若要叫人来听道理，你若讲叫袂来，你叫谁会知道？安全对，安好无？好，最后做完各位来先自己文字给好。感谢目前的慈悲请到主公，问到主公，我们再一次以热烈掌声感谢目前的主公。一般向无极老女行3鞠躬礼前到主公，再鞠躬，3鞠躬，感谢目前的主公，感谢各位点师鞠躬。感谢讲师鞠躬，坤道鞠躬，再鞠躬，3鞠躬，感谢目前人鞠躬，感谢各位点师鞠躬，感谢讲师鞠躬。
2、1。